哇！呢排啲重氣好似賣青菜咁，賣得好快。上一台白色嘅重氣喺同樣嘅位置已經賣咗啦，重新翻嚟一台18年2.35米闊嘅重氣紅色，啱嘅可以繼續睇。2.8康明斯150匹，咁包年審，保險重新買，內飾各方面都 OK 嘅。18年咁嘅車。輪胎750，胎紋都好深。車廂外觀4條加強立柱。睇一台車，車廂內部，咁我台車開頂，到時封翻頂就係啦。都企理嘅，價錢唔貴，45800，啱嘅傾一傾。